在新闻来看，台中的消息，台中梨山国中小学在无通知学生的情形下，请警方在校园演练这款有食酒醉的人野棍啊入去校园这个情形，有一个一定的囡仔拢唔知发生什么代志，佫有囡仔惊甲对这个啉酒醉的人一直喊。快点，是坏人，赶快走！ 幼儿园的老师大声喊，叫学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有歹人来啊！不过囡仔可能是也细汉，无清楚是啥物状况，唔知影讲面前这位后面的阿叔有可能会攻击人，甚至有的囡仔是袂晓表达，嘛唔知要安怎，看到生分人叽叽叫。 后面的歹人一手举球锤，一手是摕酒干啊！好佳在，这只是演练。台中梨山的学校甲警方合作，记住有醉汉撞入的校园，就因为无事先互囡仔知影，所以嘛真实的呈现。校方出现着紧急的状况，老师要带一群细汉囡仔避险，不是遐尼简单。我们在接获通报之后，立即启动紧急小组，也立刻通报警方。那这时候老师们也立即回到班上，带领学生做避难防护的动作。 虽然梨山国中小学是伫个高海拔的山区，环境是比大都市较单纯。不过老师希望自细汉就互囡仔知影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嘛教育囡仔爱有危机的意识，不管伫什么所在，拢爱学晓保护家己。